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8，腓立比书3章13到14节安尼讲，独专无一项，就是袂记伫后面的事，伫头前的事，按所查的表来走，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手。三角来祈祷，爱愿袂记伫后面的事，伫头前的事，按所查的表来走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用全然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要来称颂甲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是早伫地，现在伫地，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上帝。你是呼召阮出黑暗，入奇妙光明。你竞选阮做你的儿女，赏赐阮恩典日日教业。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主啊，阮常常互过去来颠簸，捌因为成就来自满，也捌因为失败来失志，袂记得你呼召阮来行所着行的路。主啊，求你赐阮属天的眼光，互阮将过去无论好歹，交予你的手，互阮记忆袂记伫后面的事，记忆头前的事。按所查的表来走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